嗱，香港咧有好多人咧成日都話：哎呀，我好攰啊，好濕啊，覺得腳氣病啊，香港腳啦，冇晒力噃，哎呀，成日都諗唔到嘢，集中唔到精神啊，好亂啊。咁啊，中醫可能話你係好濕噃，佢可能冇錯，但係咧從營養學嚟講咧嚇，你可能缺少維他命 B1啊。B1 硫胺素噃，咁 B1有咩作用咧？能量代謝啊，所以你個肌肉咪有力咯。能量代謝特別係將碳水化合物，即係我哋食嗰啲飯啊麵啊，轉化成 ATP 能量。ATP 能量犀利㗎，佢就係呢個細胞線粒體裏邊嘅能量貨幣啊，犀利啊！冇咗佢咧，唔喐得㗎啦。佢咧可以幫助我哋製造神經傳遞素，神經之間嘅溝通啊，就靠呢啲信號㗎啦啊！佢仲幫我哋維持心臟肌肉嘅功能噃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夠唔夠力跳啊？靠佢嘅噃啊！支援大腦記憶力同埋認知功能。哎呀，我成日諗唔到嘢啊，我好亂啊個頭，我集中唔到啊，可能唔夠維他命 B 噃。咦？咁咩食物可以供應維他命 B1咧？嗱，口水講到豬扒，居然係豬扒喎！黑豆啊、葵花籽、糙米、菠菜、澳洲堅果，又叫做夏威夷果仁。咁咧就深海魚啊，不過咧就要食熟嘅噃。不過要注意噃，維他命 C 同鎂咧就可以提升 B1 嘅吸收率，但係咧酒精就啱啱相反啊，佢會減少吸收同埋加速排泄嘅。單寧酸咧就存在於茶裏邊同咖啡嗰啲裏邊嗰啲 tannin 啦，同埋魚生咧佢哋都會破壞呢個硫胺素嘅噃，所以要注意飲得太多茶啊，飲得太多咖啡甚至食完 sushi 都要咧補充翻多啲糙米啊、菠菜啊同埋澳洲堅果嗰類嘢嘅。